你们来晚了，他已经死了。他是谁？怎么这么年轻，还从万药神屋中走出？慢，请留步！小子，没听到我家大小姐问话吗？还不站住！浅玉可是武道宗师级高手，碰都碰不到他就被击败，难道他是一个隐世高人？先生，请留步。有事。先生可是万药神弟子，我爷爷病重，若您愿意出手，事成后我柳家愿以重礼相酬。柳家，柳川江是你什么人？柳川江是我爷爷，此次想请万药神救我爷爷。柳川江，那不是大师兄的记名弟子？先生若愿意出手，这10亿现金和顶级别墅愿双手奉上。我不需要，当年我也曾指点过柳川江，既然你是他的后人，那就帮你一把。这么年轻，还指点过我爷爷，开什么玩笑？难道碰上骗子了？此符名为七生符，将此符贴在你爷爷胸膛上，即可痊愈。先生，你都不去看看的吗？一算便知，信不信在你。我还有事要去万家，回头再去看看川江。先生怎么称呼？方寒。算了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陈阳，你卑鄙无耻，竟盗走我们的药方！婷婷啊，你要是乖乖嫁给我，就没这么多事儿了。你做梦！我们万家一定在药王大会夺魁的。万药神失踪10年，你们又没能继承衣钵，拿什么夺魁？还是想想怎么还龙爷的贷款吧。你们万家欠我的2亿，该还了。不是说好还有3月期限吗？龙爷，只要我们在柳家举办的药王大会上夺魁，可以立即还钱。你们连药方都没了，还怎么夺魁？今天要么还钱，要么剁手，自己选。只要你好好伺候我，我陈家帮你还，怎么样啊？臭婊子！找死！哪来的野小子？我们陈家和黑龙会的事也敢管？是你自己滚，还是我亲自动手？我给你10秒钟时间。小子，够狂！不过你是在找死。还有5秒。陈少，你先离开，这里交给我就好。那就交给龙爷了。小子，下辈子机灵点。一起上吧。小伙子，唐黑龙是江南地下皇帝，武道大宗师，你不是对手。武道大宗师，插标卖首之徒，找死！好，好，好，敢对我黑龙会动手？你若动手，暗疾复发，神仙难救。少吓唬我！我的暗疾早已治愈，小子，领死吧！7天后，你将暴毙而亡。你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我们走。没事吧？今日多谢先生出手相助，来日我万家必有厚报。不用，我今日前来，乃是受万重山所托。受父亲所托，敢问先生如何称呼？方寒。那我爷爷人呢？他没和你一起回来吗？他已经死了。怎么会？难道天要亡我万家吗？妈，爷爷死了，那我万家没机会在柳家药王大会上夺魁了。失去这个机会，我万家……药王大会是什么？药王大会你都不知道？那是当今商业巨头齐聚的盛会，我万家能在江南有一席之地，全指望这届大会了。商业巨斗，周家也会来吗？那是自然。我可以帮你们万家出席。先生是家父的徒弟？他当我徒弟还差不多，他可偷学我不少本事。方先生，你帮了我家，不代表能质疑我爷爷。我爷爷医术冠绝古今，虽10年未归，但天下谁人不识万药神？方先生，你也懂医术？略懂。那你怎么有脸说指点我爷爷医术的？爸，
他就是在吹牛。别乱说，就是可惜了。若能找到家父当年的黑玉断续膏，这次药王大会就稳了。我爷爷有没有让你带什么东西回来？这是他托我带给你们的东西。什么？要我嫁给方寒？你爷爷这样说定有道理，何况方寒一表人才，也不失为良配。若药王大会不能夺魁，我万家也就完了。我得提前为你找个归宿。难道你想嫁给陈阳吗？你们不必为难，此事我顺势为之。装什么呢？爸，就算报恩也不用我嫁给他吧，而且他说什么你就信。这遗书的确是你爷爷的字迹，而且有婚书为证，假不了。今天你们就结婚。方寒，虽然我们领证了，但这是爷爷的意思，明白吗？你爷爷求我娶你，却又与药王大会关联，这是天意。装神弄鬼，我的意中人不是商业巨子，就得是武威天下的王侯将相。那我不是很符合，我的徒弟倒是符合。进去吧，大话精！你吹的牛要是能成真，我天天给你端茶递水伺候你都行。这可是你说的。有救了，有救了，我们万家有救了。我给你找嫁妆的时候，找到了黑玉断续膏的药方。那我不是可以跟方寒离婚了？想什么呢？这是你爷爷的遗愿。这药方有问题。爸，不用管他，有了这药方，药王大会我们必能夺魁。如果这药方真没问题，为什么会被封存起来？当年家父确实没说原因。你怎么确定这药方有问题？因为真正的黑玉断续膏在我这儿。这就是我重新编撰改良的黑玉断续膏，真正可活死人，肉白骨。你编撰改良的？对，你们拿着吧，我先去房间看看。不行，你不能睡我房间。喂，申药师，你来一趟。见过家主。申药师，你看看我父亲所写的黑玉断续膏。家主，太好了，有了这个药方，药王大会我们必定能夺魁。我女婿说药方有问题，这是他改良过的。万药神是我龙域一道第一高手，自然相信万药神。申药师的意思是，这药方不行。明日我们拿万药神的药方前去参加大会，定能夺魁。爸，申药师说的没错，方寒不靠谱，要不离了吧？别胡说。申药师，你抓紧将药方制作出来，参加药王大会。是。姐，万药神人呢？他已经死了。什么？那爷爷岂不是没救了？柳如雪，你太让我们失望了！若因你害死老爷子，你就把总裁位置交给小旭。一个小三尚未生的儿子，也配当总裁？柳如雪，别以为有爷爷撑腰就能横行霸道。我看你是故意不带回万药神，害死爷爷夺取家产。虽然我没带回万药神，但一位隐士高人说，把这个贴在爷爷胸膛上就能痊愈。柳如雪，你疯了！找个江湖神棍救老爷子？拿一张符救爷爷？你想笑死我吗？你果然指望不上。还好我为爷爷请了林静林神医，你靠边站。柳小姐，本神医师从万药神，除师尊外，本神医说第二，无人敢称第一。但是给我符箓的人，的确是位隐士高人。他要是隐士高人，我当场吃屎。还是看林神医表演吧。江湖神棍的话不可信。刘老家主明显是心血郁结，待本神医在神藏灵虚神风3穴施针，刘老家主自然醒转。爷爷，你怎么了？柳絮，这就是你们找来的神医？不，这一定是
哪里出了意外？林神医呢？这王八蛋跑了。你干嘛？想害死老爷子吗？我相信方先生，这是唯一的机会了。我呸！一张符就能救爷爷，你是傻子吗？万一出事怎么办？没错，我们不能让你害了老爷子。如果爷爷真出什么事，我卸任柳氏集团总裁之位，这可以了吧？好，这是你说的。我相信他。如果救不了爷爷，就辞去总裁之位。这可是你说的。没错，我说的。我就说嘛，一张破纸能有什么效果？这就是江湖神棍。我的好姐姐，你准备什么时候签合同？怎么会？爷爷，柳如雪，你果然心怀不轨。柳如雪，赶紧卸任总裁之位。怎么会这样？别吵！方先生给的七生符果然有效，这怎么可能？老爷子真的醒了！我这是又活了，可是万世叔救了我一命。爷爷，我没找到万药神，是一个姓方的高人救了您。你说是什么？他长什么样子？是不是叫方寒？爷爷，他穿着一身白色长袍，年纪大约20来岁的样子，就叫方寒。没错了，一定是他。爷爷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七生符以会天地灵气而得七生，不论何等病重，此符传都能让心脏再跳7日。除了以先世的师公与小师叔，再无人可造七生符。爷爷，有这么厉害吗？闭嘴！你黄口小儿，岂知先师手段？当年若非小师叔，岂有今日的柳家？他现在在哪里？他说要去万家。万家？明天万家是不是要参加我们举办的药王大会？对，立刻准备大礼。明天我要亲自前往药王大会。王老，结果如何？你来迟了，你的暗伤一直未曾痊愈，拖到现在，就算医治，成功几率只有1%左右，无力回天。什么？无力回天？不，那个年轻人，神医，我要找神医，我还不想死。但愿这次我们万家能夺魁。夺魁十拿9稳。没药方还敢来参加药王大会啊？你竟在龙爷手下活下来！陈阳，你以为偷了药方我们就没办法吗？今天我们的药方一定能夺魁。哦，是吗？但我认为你们万家完了，还有你也得死，蠢货！你陈阳，别挡道！婷婷，你要是好好伺候我，说不定我会高抬贵手，不然你们万家恐怕要除名。你混蛋！小小的陈家也敢欺负我老婆？老婆？忘了告诉你，我们已经领证了。是的呢，陈阳，晚上你自己和五姑娘玩吧。狗东西，敢染指我的女人！聒噪，跪下！哟，陈大少骨头这么软，叫你跪你就跪啊？邪了门了！我给柳家面子，不在这里动你，等大会结束，老子要你命！柳家也动不了我。小韩，柳家拥有武道宗师数10位，据闻柳传江更是武道大宗师，就算是3大古武世家都要给点面子。听到了吗？以后少说这些话。欢迎各位来宾参加我柳家举行的第3届药王大会，夺魁者将会获得柳家独家100亿合同。依照惯例，由万家开始。这些年陈家发展势头凶猛，听说背后有大家族支持，今年一定能夺魁。万家估计是没希望了。此药是我万家老祖万重山所创药方，名为黑玉断血膏，无论受了多严重的外伤都能恢复。方寒，你不会还认为我爷爷的药方有问题吧？你们还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。我不相信我爷爷的药方，难道信你的吗？罢了，到时我会出手的。那你看着吧。王药师，你去看看。王小成，你要做什么？万千军，你这是毒药，此药火性十足，我一个正常人用后，体内都躁动不安，若重伤之人使用，
必死。经过专家验证，王药师所言属实。火性十足，这分明是杀人啊！怎么会这样？万家真是丢尽万药神的脸面，害人不浅啊！诸位还是看我陈家的阴阳散吧。此药是根据万药神的医学守节，耗时3年研制的疗伤圣药，服用后只要不是致命内伤，都可以痊愈。无耻！明明是偷我们家的！不愧是陈家，果然底蕴深厚。光靠这一药方，就足以让陈家成为燕城第1豪门了吧？刘副总，我想现在应该没人再出来了，请宣布结果吧。看来现在没有家族再和陈家竞争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宣布此次药王大会的魁首是……且慢。万家的药有问题，你们陈家的药就没问题吗？小子，这是柳家地盘，你要闹事，得掂量一下后果。药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就给我滚！这阴阳散服用后会暗结郁气，一旦灵虚血受刺激，会引发五脏咳血。一派胡言！这是根据万药神30年前的医学手机研发的药方，怎么可能有问题？30年前，万重山医术更一般。哪来的黄口小儿敢质疑万药神医术？不信你试试。这怎么可能？偷东西都没技术，偷个半成品药方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们的药有问题，你们就能夺魁吗？我改良的黑玉断续膏足够夺魁。方寒，别闹，我爷爷的黑玉断续膏已经出问题了，你乱改的药再出问题，收不了场。你们应该庆幸做了2手准备，这才是真正的黑玉断续膏。药怎么会到他手里的？不可能！黑玉断续膏当年昙花一现就被万药神封存，一定是因为有问题。他不行，不代表我不行。我改良的黑玉断续膏可真正活死人，肉白骨。你一个20出头的毛头小子，敢说自己医术远胜万药神？这人哪来的？这么狂的吗？敢在柳家的地盘坑蒙拐骗，怕是要出事。方寒，你别闹，万一这药也有问题，我们就彻底完了。方寒，不是我不信你，你太年轻了，很难有说服力。你们相信我就可以了。相信你什么啊？各位，这都是玩笑，当不得真。玩笑？你们把药王大会当什么了？既然你们说这黑玉断续膏没问题，那就试试吧。这人早年出车祸，导致双腿瘫痪，有本事你让他重新站起来，否则的话，你们就是在草菅人命。用吧，5分钟后他就可以站起来了。没用的，我这腿寻遍名医都说没办法。婷婷找这么个愣头青，真以为他能救万家？虽然你已是人妻了，不过我更兴奋了。再多说一句，我割了你的舌头。陈少，等我们夺魁后，有的是机会报复。方寒，真的没问题吗？放心吧。爸，你真相信他医术比爷爷还好吗？你爷爷心里说他可保我万家百世基业，现在只能相信他了。 5分钟到了，怎么不站起来啊？一个毛头小子也敢在这儿吹牛！我提议将万家逐出会场。保安队，将万家逐出会场。等等，我的脚能动了！奇迹，奇迹啊！他竟然真的站起来了！不可能！无数名医都说他这辈子都不可能站起来的。太好了，我万家有救了！方寒，你真的做到了！你改良的黑玉断续膏真的奏效了！意料之中。这黑玉断续膏也太逆天了吧！没想到这个人在医道上的造诣竟然如此之高，岂不是说他比万药神还要厉害？王药师，怎么回事？陈少，他的腿真的彻底痊愈了！我万家要再次崛起了！不可能，哪里有这么逆天的药？一定是从干别的地方偷来的，除非你能拿出药方。这就是药方，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现在信了吗？这字迹怎么跟我爷爷的一样？这根本就是我爷爷的药方吧？你怎么好意思说是你写的？那如果我说是你爷爷手抄记录下我的药方呢？你以为我会信吗？方寒，你作弊！这药方不是你改的，你才20多岁，就算从娘胎里开始学，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医道造诣。刘副总，我要求立即驱逐方寒，他这年纪不可能在医道上超越万药神。你是废物，不代表别人也是。改个药方对我而言不过信手拈来。好了，
少说几句。你是不是可以宣布谁夺魁了？呵呵，也罢，既然这样，我便代表柳氏集团宣布，今日药王大会夺魁的是陈家。我万家拿出的新药，明显就是碾压陈家的存在，凭什么是陈家夺魁？你们万家的药明显不是方寒这种毛头小子写的，自然是陈家夺魁。万千军，刚才我就说过了，这次我陈家赢定了。畜生，你们早就串通好了。万婷婷，你今晚把本少伺候好了，明日黑龙会催债时，也许可以给你万家说句话，让黑龙会宽限你们几天。你个王八蛋，休想！你说谁获胜？当然是陈家。你想动手？我劝你考虑清楚，我柳家是江南顶级豪门，一根手指就能碾死你。只要我想，随时可以灭了柳家，扶持一个超越柳家的豪。你敢侮辱我柳家，放眼整个江南，还没人敢这么嚣张。我告诉你，你完了。侮辱柳家还不配。方寒，你别说了，我们惹不起柳家的。呵呵，万大小姐，你们敢侮辱柳家，我看不用等明天，今天你们万家就要完蛋。看来柳家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来人！这小子和万家的人出言不逊，给我废了！我看谁敢动手！这就是一手缔造江南顶级豪门柳家的传奇人物。传闻柳家家主早已是大宗师实力，这方寒扰乱药王大会，死定了。柳家主，方寒他只是有口无心，您千万不要怪罪。柳小姐，我们立刻就走。站住！家主，这小子扰乱药王大会，出言侮辱柳家，他还说您见到他要跪下。刘老前辈，我作证，柳副总说的都是真的。他还说随时可以废了柳家和您。家主，这小子太猖狂了，我正准备废了他，让他知道我柳家不是好惹的。你说要废了他？对呀，家主，您不知道，这小子狂得没边了，完全不把我柳家放在眼里。掌嘴！家主，让我来，我一定把这小子抽。刘德全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柳家主，您打错人了吧？应该打方寒啊！闭嘴！这里轮不到你说话。家主，您……柳川江见过先生。柳家家主怎么给方寒跪下了？这方寒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家主，方寒才是扰乱咱们柳家大会的人啊！刘老前辈，您被他骗了，这就是一个没背景、没实力的小杂种。张嘴。是。掌嘴！我扶持起来的柳家就是这样仗势欺人的。川江管教不严，求先生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。方寒真的是我爷爷的师叔，他明明这么年轻。你柳家喜欢颠倒黑白吗？我这就处理，将柳德全没收一切财产，逐出家族。家主，家主饶命啊！家主！今日柳德全所宣布的一切全部作废，万家为本次大会的夺魁者。万家主，难道你们不想夺魁吗？不，万某谢过柳小姐。客气，此次夺魁，你们万家实至名归。更何况方先生对我柳家也有大恩。柳小姐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方寒对你们柳家有大恩。方先生，若不是您出手救治，爷爷怕是已经死了。无妨，我们上楼谈。少爷，原来那小子救过柳家老爷子的性命，怪不得柳家会是这副态度。原来方寒救了柳家老爷子，难怪柳家特地赶来这里，还让我们夺魁。就这样失败，我不甘心。你给黑龙会副会长李坤打电话，让他过来要债。什么时候能到？给老子快点！要是耽误了时间，老子灭了你！龙爷，您放心，我们速度已经很快了，即将抵达盛豪酒店。师侄柳川江见过师叔，时隔8年，川江始终感谢师叔的教导之恩。我大师兄收你为记名弟子后，却没能度过心魔劫深意，我自然不能对你不管不顾。若没有师叔，也就没有我柳家的今日。川江岂敢忘恩？
既然我已入仕，以后叫我先生就好。是先生。当年我让你调查我方家覆灭之事，如今可有消息？弟子调查到，当年方家覆灭的罪魁祸首乃是帝都周家，只是为何对方家出手，却是并未可知。周家，找死！周家为帝都顶级豪门，不光有武道大宗师，更有超凡大宗师等存在，已是人力所能触及的极限。超凡大宗师不堪一击。不知师叔如今修为仙？难道小师叔您已经长生无极功入门，得登仙道了？是大成圆满了。什么？哪里，万千君，你得意太早。我说了，你们万家要除名，必除名。如今我万家夺魁，你凭什么让我万家完蛋？陈少说你完蛋，你就得完蛋。黑龙会办事儿，闲杂人等都给我滚！万家欠我黑龙会的2亿该还了。按照约定，我们万家在拿到订单后会慢慢偿还。老子现在就要，没钱还就把万氏集团的股权转让给黑龙会，现在就签字。万千君，你继续笑啊，怎么不笑了？李坤、陈阳，你们就是看中了我万家手中价值数百亿的药方。是又怎样？你万家一个武道宗师都没有，还能反抗不成？我们是大会夺魁者，柳家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别人怕柳家，我黑龙会可不怕。今天要么签字，要么断四肢。签字！不，你们动了我女婿方寒绝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什么狗屁方寒？我连柳家都不怕，还怕他？给我敲断这小娘们的双腿！救命啊！今天就算是神仙都救不了你。住手！他叫李坤，黑龙会副会长。李坤，带着你的人走，我可以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。副会长，你看这方寒口气可真大，连黑龙会都不放在眼里。今日是唐黑龙让你来的，还是其他人？有区别吗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小子，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儿。唐黑龙都不敢在我面前提钱的事，你还敢来？哪里来的杂种，敢在我黑龙会面前嚣张？我们会长可是江南屈指可数的大宗师强者。区大宗师，我灭之如蝼蚁。唐黑龙想找死，尽管出现。小子，你敢侮辱龙爷，你死定了！柳家果然底蕴深厚，随便就能拉出6个武道宗师。柳传江，你们柳家确定要为了一个毛头小子与我们黑龙会作对？唐黑龙才有资格跟我对话，我劝你不要自寻死路。柳传江，你以为你谁啊？别人怕你，我们会长龙爷可不怕。唐黑龙是大宗师没错，但有些人可不是你们能惹的。柳传江，你少特么吓唬老子！我黑龙会10万帮众怕谁？谁敢说灭了我黑龙会？看来黑龙会也没存在的必要了。谁要灭了我黑龙会？会长，就是那小子。今天我带人来要债，结果被这小子阻拦。龙爷，坤爷说的没错。爷爷，有把握与唐黑龙一战吗？他可正值壮年。放心吧，问题不大。龙爷，你怎么打我呀？你给我闭嘴！谁让你来找万家要债的？你想害死我吗？求神医，救我一命！先前唐某多有得罪，请神医不计前嫌救我一命。今后凡神医所遣，唐某在所不辞。爷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以后你就习惯了，切记，以后但凡方先生未发话，不可插嘴。爷爷，那方先生到底是什么人？以后你会知道的。当今世上，
无人能难住他。查清楚了？神医慧眼，我前去医院检查，果然如神医所言，求神医救我。你的手下说要杀我。李坤，给我过来，向神医跪下磕头道歉。龙爷，我也是为了咱们黑龙会讨债，是为了咱们帮派利益啊！不要让我说第二遍，磕头道歉。神医，小的错了，求您饶了我这一次。神医，您看这可以了吗？如果道歉有用，还要法律做什么？方寒说的对，刚才他和陈阳串通一气，不只要打断我的腿，还说要将方寒折磨致死。不，我没有。你竟然与陈家勾结，找死！来人，立即将李坤扔出去。从今往后，他不再是我黑龙会副会长。神医，我愿免去万家所有债务，事后必有重惩。我不需要钱财，免去万家债务即刻。小韩不但治好了唐黑龙的病，更是让他修为更加精进。你是不是得到了我爷爷的真传？你说反了，是我教你爷爷医术。骗谁呢？你和我差不多大。王药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是传闻中可肉白骨、起死回生的伏羲九针呐！唐黑龙叩见先生，今后黑龙愿为先生鞍前马后，但有所遣，莫敢不从。起来吧，川江，有空告诉他规矩。川江明白。先生，不，师傅，求您收我为徒，随您研习医道，求您了。你还不配，将他带下去，不要再次打扰。请先生放心，来人，将王药师带出去。会长，这小子想逃走，被我们给抓回来了。先生，此人如何处置？不，你们不能杀我！我的背后是帝都顶尖豪门周家，你们若杀我，周家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陈家不可留。黑龙明白。来人，把陈阳拉出去剁了。谁要剁了我的人啊？周继明，先生，周继明是帝都豪门周家的二少爷。原来是周家人，那就不奇怪了。传闻帝都周家实力强横，家族中拥有超凡大宗师坐镇，是超然的存在。你们这些垃圾，不是要杀我吗？我陈家的靠山来了，你们敢动我一根手指吗？你们很嚣张吗？连本少的人都敢动，不想活了？你们都给我放手！想死吗？明少，这些人连您都不放在眼中，明知我是您的人，依旧要杀我。这件事后面再说。今日本少来这里，可是有大事。听说你们万家出了好药方，今儿本少来收购。算了，这样太麻烦。你们把万氏集团100万卖给本少吧。二少，你这是强抢，违反律法的，这恐怕不好吧？你是什么东西？和本少谈律法？本少就是律法，要你万家的东西，那是看得起你。你凭什么打我爸？你是哪里钻出来的臭婊子，敢在本少面前聒噪？别说你万家，就算柳家和黑龙会，在本少眼中都是一群垃圾。周继明，你周家是很强，但我柳家也不是好惹的。滚！一个大宗师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周家弹指可灭，再敢多话，我要你死！万千军，你不要不识抬举。明天便是我爷爷诞辰，万氏集团正好可以做礼物。说话，本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不可能，我万家的东西凭什么给你？就因为你实力强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万婷婷，你说对了，实力强就是可以为所欲为。明少能看上你万家的东西，那是你的荣幸，不要不识好歹。臭娘们儿，不识好歹，我看你找死！谁敢插手本少的事？想死吗？还真是他的后人，德行和他一模一样。你在找死！滚！
你们两个都是死人吗？魔道大宗师，你们不是厉害吗？这才是真厉害。明少随便出手就是2尊大宗师。我们说话，轮不到你这小喽啰插嘴。想好怎么死了吗？动手！不愧是帝都顶级豪门周家，周二少随便2个保镖都是大宗师修为的大佬。这2人在这里就是无敌的存在，我看万家要出名了。小子，本少的这2个保镖就可以把你们全灭了。真是癞蛤蟆打哈欠，口气挺大。等等，周少，我们愿意交出万氏集团。晚了，此事你不用管，不过大点的蝼蚁吧。你疯了吗？那可是大宗师，把集团给他们不就完了？别逞能！天天说的对，你别冲动，这是2尊大宗师。哼，大宗师又能如何？希望你能继续狂，废了他们。柳川江，我周家崛起100年之久，底蕴深厚，岂是你这种乡下的泥腿子能比的？如此物，老夫绝不会败。此乃云火罗盘，由我周家老祖特地赐下。你周家老祖赐下，看来周云通这老杂碎还没死。小子，你敢辱骂我周家老祖，今日你必死！退下。先生，不要冲动。方寒，如雪，现在万家妇女离开。刘老，难道你要抛弃我家女婿吗？先生出手，四方俱灭，容易殃及无辜。方寒，你别胡闹了，快跟我们一起走。在家等我。小子，黄泉路上莫要怪我。难道周云通这个老杂碎没告诉你云火罗盘是怎么来的吗？难道你知道？云火罗盘乃方家镇族神器，是当年周云通从方家抢的。你怎会知晓如此清楚？你到底是谁？不想抢我家少爷！不可能！你不可能这么强，那是大宗师啊！大宗师又如何？在本尊眼中，不过是不堪一击的废物罢了。你想做什么？你到底是谁？难道你不怕我周家的报复吗？如果你不是周家子弟，我还不会找你麻烦。不过我可以让你死得明白一点，我的名字叫方寒，方家的方。方寒，这个名字怎么感觉有些耳熟？耳熟就对了。因为本尊便是10年前方家覆灭侥幸活下来的方家遗孤方寒。这绝对不可能！你不可能还活着！你现在看着不过20来岁罢了，怎么可能这么强？大宗师又如何？武道极致又如何？在真正的仙道面前，不堪一击。方先生的实力到底到了什么程度，竟如此深不可测？周继明，临死前你还有什么遗言想说的吗？我爷爷就在燕城，你若杀我，你必死！你爷爷诞辰之时，本尊会亲自登门，让他的寿宴成丧宴。届时，本尊会和周家算一下灭门之仇。黑龙，让人将陈阳这个垃圾送给周家，我要周家在最后的时间内陷入惊恐。请先生放心，黑龙明白。唐黑龙，现在知道方先生的厉害了吧？日后好生为先生效命，会有你的滔天造化。先生，日后黑龙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既然他爷爷在江南，那你把周继明的脑袋砍了。待会儿我会写一封书信，你把书信和脑袋给周家送去。请先生放心，属下定当办妥此事。爷爷，孙儿刚刚得到消息，镇国龙帅已经答应咱们周家，您诞辰那天，他将会亲自前来赴宴。这是个不错的消息。镇国龙帅此等通天之人愿来，我周家届时定能更上一层楼。老爷，唐黑龙给您送来一个盒子与一封书信。唐黑龙，这是谁？爷爷，
孙儿知道此人，他是江南的地下皇帝，想来定然是知晓爷爷诞辰，所以给您送来一份礼物，聊表寸心。把礼物拿过来吧。我的孙儿，是谁敢杀我孙儿？老夫定要他偿命！爷爷，看信，也许信里有消息。记名我孙。给我查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爷爷放心，我都查清楚了，是唐黑龙和柳家柳川江联合一个叫方寒的年轻人，杀了我二弟。10年前，我们周家围剿方家，当时方家的少主方寒消失不见，难道是他回来了？爷爷，这绝不可能！刚刚孙儿才让人查了方寒，他不过20多岁，怎么可能杀了有2个大宗师保护的纪敏？一定是唐黑龙和柳川江，一般人绝对动不了纪明的。爷爷放心，不论这方寒是何方神圣，孙儿一定杀了他，为二弟报仇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但这件事绝不能算了。你立即下令召集我周家100位宗师、5位大宗师，定要杀了这方寒。请爷爷放心，不只是方寒，柳家与黑龙会全部都得死，为我二弟陪葬。先生，此次行动是否需要黑龙会10万帮众全体出动？周家不过土鸡瓦狗，我一人足矣。方先生，大事不好，周家震怒，柳家产业受到狙击，损失惨重。先生，龙爷，大事不妙，周家也开始狙击我黑龙会产业了。具体一点。柳家各大产业分别遭到狙击，至少需要500亿资金，否则柳家将破产。先生，龙爷，我们黑龙会的情况也是如此，不过我们黑龙会好一点，但也要300亿资金。先生，看来周家是狗急跳墙了。不错，现在周家不计代价损失的狙击，我们柳家完全不是对手。先生，龙爷，我还打听到一个消息，听说周家老爷子诞辰之日，镇国龙帅将会亲自前去赴宴。镇国龙帅是地巡天吧？没错，先生，这镇国龙帅是咱们龙域军方第一人，实力强横，权势滔天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国主对其十分信任。镇国龙帅要参加周家老爷子的诞辰，这次全完了。如果镇国龙帅出手，天下无人可抗衡，就连国主都要给面子。玄天，修炼要摒弃万物，心神不定，如何能有成就？弟子谨遵师尊教诲。先生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想起点往事。这件事说到底不就是缺钱吗？我可以解决。先生，您有800亿。我没钱，我对钱没兴趣。方先生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拿此戒指去仙灵阁，把戒指给他们，他们会给你1000亿。1000亿！刘小姐，你说就这么个玩意儿，别人真会给1000亿？不知道，都来了，总得试试。哎，这里可是龙神殿的产业，归属镇国龙帅，万一惹恼了人家……我相信方先生。小姐是买东西还是当东西？我是来当东西的。咱们可别被轰出来才好。当什么东西啊？拿出来瞧瞧。小姐，你想当多少钱呢？1000亿，你看可以吗？小姐，你还是走吧，你这就是个老误解。想要1000亿，回去睡觉吧，梦里什么都有。刘小姐，我就说这个小玩意儿不可能这么值钱。不可能啊！他说把这戒指给你们，你们会给我1000亿。他说？谁说呀？要当就10万，想要1000亿，做梦去吧。刘小姐，咱们走吧。什么1000亿啊？龙帅，您怎么来了？我马上叫阁主出来。阁主，龙帅来了，您快出来吧。无妨，我今日就是过来挑个礼物，参加周家寿宴。属下参见龙帅。免礼。
刚才听你们说1000亿，什么东西价值1000亿啊？小姐，把你的戒指拿出来，让我们阁主看看，你的戒指是不是值1000亿？我们不卖了。龙帅有兴趣，你们还敢推脱？好吧。龙帅阁主，您看，就这枚戒指，他竟然想要1000亿，真把我们当冤大头了。龙帅，龙帅，这好像没错，是龙魂戒。龙帅，阁主，你们别看了，这个戒指我已经仔细看。混账！在你入阁第1天开始，本阁主便告诉你，凡是有人手持戒指来要钱的，都由本阁做主。谁让你私自做主了？阁主，闭嘴！小姐，不知这戒指从何处得来？这镇国龙帅要参加周家寿宴，与周家一伙，我不能暴露。这是一个神秘人给我的，说是价值1000亿，若缺钱可手持戒指来仙灵阁卖掉。小姐是要1000亿吗？真能给我1000亿？给她1000亿。真给1000亿？那个，你们确定没搞错？这戒指当真值1000亿？别说1000亿，就算是1万亿，它也值这个价。1万亿！这张黑卡中有1000亿资金，你可以随时取用。小姐还有问题吗？没有，那我走了。等等，小姐，那位神秘人要是再出现，请务必通知我，就当我地玄天欠你一个人情。镇国龙帅的人情啊，那可不得了。好，我会的。阁主，龙帅，这戒指给10万都嫌多，怎么真给他1000亿？这枚戒指本身的价值不在材质，但它所代表的意义可值万亿啊！万亿！这青龙，通知下去，召集4大天王、9大战神前来，随本帅前去参见我龙神殿仙师。欧阳师妹，师尊下山了。这么多年，师尊终于出山了。我创立仙寒集团，成为世界首富，等的就是这一天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就这样一枚戒指，对方居然真的直接给了1000亿？对呀，龙爷，当时我也很慌，只是没想到柳小姐拿出戒指后，对方二话不说就给我1000亿。爷爷，我看龙帅那样子，好像对戒指的主人很在意。龙帅和师叔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先生的能力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刘家主，方先生的实力到底有多强？我师叔若是愿意，天下尽在掌中。想不到世间竟然能够还有如此盖世男儿。如雪，你觉得方师叔如何？医道无双，风度翩翩，又有无上实力，我对方先生也是推崇必至。那正好，方师叔正好跟你年龄相仿，要是能成良配，那将是天大的机缘。我就做主促成你们的婚事。老爷子，你糊涂了吧？差着辈分呢。就是啊，爷爷，他是你师叔，那我以后管你叫什么？咱俩各论各的嘛。你管我叫爷爷，我管你叫师叔母。欢迎诸位宾客前来参加我爷爷60诞辰。在这月明星稀的夜晚，我本该与诸位一同欢庆爷爷60诞辰，但现在我的心情却让我无法欢庆，因为发生了一件令人悲痛的事。此前我二弟周继明前去药王大会，却命丧当场。周家2少死在药王大会上，到底谁这么狗胆包天？这不是捅破天了吗？连周家2少都敢杀，真是自寻死路。周大少，不知是何人，竟敢如此狗胆包天！我认为不论是谁，都要严肃处理，杀掉凶手，为周家2少报仇。万千军，万婷婷，万家妇女便是此事的罪魁祸首。周大少，这件事是个误会。什么误会？我就在现场，要不是你们不识好歹，2少怎么会死？前些时日，万家出现了一名叫方寒的年轻人，是万家女婿。我二弟不过是想购买万家药方，万家拒绝不说，
更是残忍将我二弟杀害。唐黑龙与柳传江狼狈为奸，联合方寒杀死了我二弟。陈阳，你说是这样吗？大少说的没错，那方寒没什么实力，就是医术了得，救过柳家老爷子，还有唐黑龙，所以这两人对方寒言听计从。大少，我们万家哪有胆子跟周家作对呀？大少，求求您了，我们愿献上万氏集团，只求大少放我们万家一条活路。周二少都死了，你们还想活？周老，杀了他们，为周二少报仇！他们与方寒是一伙的，要是让他们活，岂不是放虎归山？理应立即处死。放过你们也不是不可以，只要你们杀了方寒，也可以戴罪立功。周少，我不能这么做，他是我丈夫。婷婷，你别执迷不悟，你们才结婚多久？你管他死活干嘛？不管怎样，我既然和他结婚了，我就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。哦，那没办法，那你们就一起死吧。虽然方寒没有实力，也没亲自动手，但杀我孙儿的命令却是他下的，他又是你们万家女婿，你觉得老夫会放过你们吗？如果不是你们拒绝献出万氏集团，二弟岂能身死盛豪酒店？这一切都是你们的错！诸位亲朋好友，如今老夫已召集100位宗师、5位大宗师，就等方寒与柳传江、唐黑龙3人赴宴，以报血海深仇。 5位大宗师，既然方寒不敢前来赴宴，老夫便先拿万家妇女祭奠我死去的孙儿。谁说我不敢赴宴？我若不来，何人为你送终？笑死我了！一个毫无实力的废物，居然妄言杀死我们所有人，笑死我了！方寒，就你的武力值，这里随便拎出来一个人，都可以让你跪在地上求饶。这是你们自己不走的，待会儿可别怪我心狠手辣。方寒，我现在倒是不急着杀你了，真想让镇国龙帅看看你这愚蠢的人。 我相信镇国龙帅一定很愿意看着我将你折磨致死。哼，我想地玄天要是来了，一定很愿意为我代劳杀了你。够了，方寒，你能不能闭嘴？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，我们都要死了。大少，方寒只是喜欢胡说八道，求求您放了他。 今后我们万家一定对周家马首是瞻。好啊，先跪下来磕几个头。你给一个将死的人下跪是做什么？这些垃圾，我挥挥手就能把他们全灭了。方寒，你要将我们万家害到什么时候才肯罢休？你胡说也要看场合。你知不知道我万家已经要灭族了？他们连我一招都接不下，我护着你万家，谁敢灭万家？有意思，死到临头还这么自大，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。 方寒，这都是我周家大宗师，你自己挑一个，我可以让你选择你自己的死法。别一个个上了，一起上吧！狂妄，把他抓起来，我要将他折磨致死。怎么回事？难道有高手暗中出手？ 愣着干嘛？一起上啊！我看谁敢！黑龙见过先生，周家别墅已被黑龙会团团包围，一个人也跑不出去。方先生，你没事吧？你们不用来，区周家，我一人足矣。还是这么大口气。 正好免得我到处去找了，今晚将你们一并杀了。唐黑龙、柳川江，你们2人现在向周家效忠，我可以让你们活，否则死。周启海、周继山，你们到现在都还做着美梦吗？你们觉得自己能活过今晚吗？哼！就算黑龙会与柳家合力，也不过匹夫撼树，岂能与我周家相比？倒是没想到燕城还有你这种人间绝策。本少现在改主意了，如果你把本少伺候好了，本少可以放你吧。 呸！一个将死之人也妄想，我看你是在找死。待会儿本少定会把你抓住，好好玩弄，让你知道侮辱我周家的后果。你不是要死保万家吗？
待会儿本少便将万千军这老东西拿去喂狗，再好好把玩万婷婷。等本少玩够了，便送他去接客。不，放开我，你这畜生！臭娘们儿，再敢叫，本少立即扒光你！既然你这么急着找死，我便成全你。方寒，我周家的强大不是你能想象的，快放了本少，否则本少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我说过，周家就是一群垃圾，我俯首可灭。今天就算是地玄天敢拦着，我也得赏他2耳光。方寒，你给老夫放手！想让我放人，这样吗？方寒，你如此羞辱我周家，难道你真以为自己不会死吗？别说你们周家的这几个垃圾，就算是龙神殿的精锐尽出，我一招便可灭全部。这方寒当真狂妄，居然不将龙神殿放在眼中。龙神殿可是咱们龙域最强大的存在。据闻镇国龙帅统御的4大天王、9大战神，全都是大宗师以上的恐怖存在。完了，如今得罪周家不说，我们不能再得罪龙神殿了，不然我们连一线生机都没有了。够狂妄！很好，给我上，救回大少爷，杀了他们！小子，该死！这是什么手段？刘家主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手段吗？我等无法理解的仙人手段。你不是喜欢玩女人吗？我让你以后还敢不敢玩？不要！我求你了，不要这样！我错了。庶子尔敢！周启海，你觉得我敢不敢？方寒，我周家底蕴深厚，老祖更是超凡大宗师的异姓王，镇国龙帅也在来的路上。你若现在放手，我可以让你们走，但如果你敢动手，你必死！周云通，区一个超凡大宗师，我挥手可灭。镇国龙帅又算得了什么？试问天下何人能让我死？方寒，你疯了吗？快住手啊！方寒，你个畜生，老夫定要你碎尸万段！老东西，你放心，下一个就轮到你了。我要让周云通这个老杂碎看着他的子孙一个接一个的消失，让他亲眼目睹后代子孙的死亡。击杀！方寒，老夫必杀你！就凭你还不够格？你们不是想要他吗？我还给你们！杀了他！方寒，我要你死！给我杀了他！怎么回事？无畏大宗师怎么倒了？他根本没动手啊！难道还有高手隐藏在这儿？周家，你们的末日到了，今晚便是报仇雪恨之日。老爷，镇国龙帅到了。龙帅，您总算来了。今晚有人大闹老夫晚宴，让龙帅见笑了。不知是谁这么大胆，竟敢在周家闹事。龙帅大人，就是这小杂种大闹老朽诞辰，他不但废了老朽的孙儿，胡乱杀人，竟然还敢说什么就算您站在他的面前，也得给他跪下。龙帅大人，这小杂碎还说龙神殿在他面前就是一群垃圾废物，他挥手就可以灭了龙神殿。给我闭嘴！龙帅大人，是他们在颠倒黑白。周家从一开始便仗势欺人，万家妇女更是被他们强行掳来参加宴会。不只是如此，他们一开始便觊觎万氏集团的药方，更是欲对老夫孙女与万家之女行不轨之事。龙帅，我次孙周继明在盛豪酒店被杀，我长孙周继山在刚才被方寒废去人道能力，他们还能好好的站在这里，难道不是我周家宽容？过来。小杂种，你在对谁招手？你是什么东西？也配在这对龙帅呼来喝去？再敢出言不逊，我要你的脑袋！
龙帅大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狗杂种，你竟敢敲龙帅大人的头！你在找死啊！你刚才说什么？我就是这样教你的，给我跪下！先生，先生教导，玄天断不敢忘记。龙帅，你为何要助这小杂碎？我周家与他不……该死的东西！本帅做事岂容你聒噪？龙帅，你身份尊贵，但我周家也不差。你如此辱我周家，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交代？交代就是你们都得死。帝玄天，我周家也不是任人欺负的，是吗？闲杂人等，不想死的就滚！想要做什么？我说过，你们周家在我眼中就是一群蝼蚁，杀你不过覆手之交。不，我周家老祖是超凡大宗师，他必不会放过你。周启海，你到现在都没明白吗？本帅见到先生都要跪下。你认为周云通在仙师面前又算什么？那你先前说的，仙师说的当然是真的。别说你一个小小的周家，就算本帅的龙神殿所有人加一起，都接不下仙师一招。不可能！我不相信世上有这么强的人存在，你们是骗我的！玄天，送他上路。谨遵师命。你不能杀我，你若杀我，国主也定会问罪。你可能不知道吧？就算国主都有求于仙师，你一个小小的周家算什么？国主怎会有求于你？你究竟是谁？这才10年时间，难道你们便忘了帝都方家吗？当年方家覆灭之时，周云通未能杀了本尊，你们便该想到有今日。原来真的是你，这不可能！你明明才20多岁，不可能有如此成就。你在黄泉路上等着吧，等周云通这老杂碎下去的时候，他会告诉你的。是。父亲，您再等等，孩儿很快便会让周云通给您陪葬。师尊，如今周启海已死，周云通定不会善罢甘休。若师尊允许，弟子可以帮您彻底灭杀周家。无妨，此事关系到我方家的灭门之仇，我要亲自动手，看着周家覆灭。好吧，不过弟子会注意周云通的，他这次一定会暴怒的。我此次放周继山回去，便是要激怒周云通，让他亲眼看看自己重孙的惨状。师尊，还有一事，欧阳师妹已经准备回国，预计就这2天乘坐飞机抵达国内。我看到您的戒指后，就知道您下山了，于是便将此事告诉了他。这些年，师妹创立仙寒集团，产业遍布数10个国家，市值超过10万亿，就是希望有朝一日您下山复仇，她能帮你。罢了，他要回来就让他回来吧。也有一些年没见到他了。你想说什么？你这是做什么？师尊，弟子此次寻师尊还有一件大事，弟子奉国主之命，请师尊为我大夏国师，振我大夏国运。师尊，此事早已决定，奈何师尊仙踪缥缈，我们一直都未曾找到师尊，所以便一直拖了下去。此事我早已知晓。师尊，此次弟子来寿宴之前，国主千叮万嘱，要弟子好生待师尊，以求师尊答应为我大夏国师。罢了，此次为师可以答应你，不过现在为师需要先处理周家。师尊能答应便行，弟子明白。弟子前来时，国主曾说，若师尊答应，后天将会在燕城举行敕封大典。可以。不过我倒是有一件事，这些年你万师伯潜心修行，导致万家没落，你们在生意上多关照万家一二。师尊，欧阳师妹在回来前便已知晓万家的事。明天仙寒集团将会在燕城举办晚宴，名义上挑选商业合作伙伴，实际上师妹已经吩咐下去，最后会选中万家。很好。爸，你怎么会相信他的鬼话？仙寒集团是什么样的存在？难道你不知道？仙寒集团是全球第1商业集团，被誉为金融第3帝国，其产业遍布全球数10个国家，市值在10万亿之上。仙寒集团的实力之强，冠绝全球。他想要谁强，谁就能强；他想要打压谁，没人能挡得住。方寒，你听到了吗？仙寒集团在咱们燕城举行的商业晚宴堪称国宴，
能前去参加的都是顶级豪门，连柳家都不一定够格。我万家根本没有资格去参加这样的商业晚宴。你是不是想说仙寒集团的董事长欧阳玉仙是你徒弟？这是实话。我真的是受够你了。方寒，我求求你走吧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你现在走还来得及。那我走。师傅，我好想你啊！你这像什么样子？不嘛，师傅，人家好想你的。说正事儿。因为想师傅嘛，就急忙飞回来了。事情办得怎样了？师傅，您放心吧，明天的晚宴，万家会被内定为合作伙伴。师傅，您明晚去看看热闹不？听说周家也去。对呀，周家也想和我们仙寒集团谈合作，自然会出席晚宴。给我留个位置。好呀。只是师傅，您怎么站在这外面？我还说去万家别墅找你呢。听说你还结婚了，我师娘呢？我说你是我徒弟，让万家放心。不过他们不相信。什么？那师娘有没有跟你离婚？为什么要离婚？我好上位啊！狗嘴吐不出象牙。那我就回去取消万家的内定位置。谁让他们不信你？行了，这只是一场误会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该送的邀请函也给他送去。哦，好嘛。这便是传说是非社会顶级名流不接待的九霄仙宫吗？不愧是仙寒集团，出手便是这种全球顶级酒店。这算什么？周家可是3大鼓舞世家之一，就算是仙寒集团，也得卖周家一个面子。陈阳，你怎么回事？谁让你用周家名义带他们进来？大少，他们已经弃暗投明，还要跟方寒那废物离婚，我这才带他们进来。看在你鞍前马后的份上，本少给你这个面子。多谢大少，他日我定当报答大少。万婷婷，你还不谢过陈阳？若不是他，本少早就要你的命了。谢过陈少。大少哪里话？听说今晚可是仙寒集团挑选合作伙伴，这里面涉及的利益超过1000亿，不知大少可有把握？我周家在龙域乃3大鼓舞世家之一，老祖更是异姓王。这次的合作，我周家志在必得。谁若敢抢，便是我周家死敌。我抢了又如何？这人是谁呀？居然敢和周家大少对着干，不要命了！周大少就是被这人废了，现在都活得好好的。听说他背后有镇国龙帅撑腰。谁让你进来的？这里是仙寒集团的商业晚宴，你一个没有背景的人也配进来？仙寒集团董事长是我徒弟，所有仙寒集团的员工都要听我命令。我进来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？笑死！仙寒集团董事长是何等大人物，各国首脑见到都要俯首称臣，他会是你这种没有任何背景的徒弟？你来干嘛？找死吗？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。因为是欧阳玉仙请我来的。方寒，像这种谎话不要再说了。如果他真的是你徒弟，先前你为何不直接让仙寒集团把订单给我万家？因为我要通过这次商业晚宴，把1000亿订单交到万家手中。
向全世界宣布万家的崛起。这是你们万家登上豪门的第一步。别乱说话！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九霄仙宫啊！你是不是还嫌害得万家不够惨？九霄仙宫，非社会顶级名流不接待。如果不是我，你能站在这里？你站在这里，就已经证明了我说的话是真的。我能站在这里是陈家大少陈阳出手帮忙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陈阳，有问题！方寒，你一个狗腿子，还没资格进入这里，快滚！婷婷，你当真相信是他帮你？陈家是什么东西？周家又是什么东西？有资格让你站在这里，让你万家？方寒，你闭嘴！你居然敢羞辱欧阳董事长！欧阳董事长也是你能羞辱的？你这自命清高、口无遮拦的性格，什么时候能改改？我知道你是想让我逃命，但这件事我没必要骗你，更不需要逃。方寒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你再不走，待会儿这些话传到欧阳董事长的耳中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在这里，谁动得了我？谁敢动我？口气还挺大，你可知道，今天仙寒集团只会跟我们周家合作，因为我周家马上就会有一位连镇国龙帅都害怕的靠山，到时候有他在，我周家老祖要杀你，镇国龙帅也不敢阻拦。镇国龙帅都害怕，说出来让我听听，我倒是要看看是谁。小子，知不知道国主即将在燕城举行国师册封大典？据闻这位国师实力超凡入圣，连镇国龙帅都害怕。我敢说，国师绝不会是你周家的靠山，而是覆灭你们周家的陨星。你小子是怕了吧？你知不知道周家可是国师指定参加册封大典的家族，这份荣誉仅有周家才有。到时候周家老祖要杀你易如反掌，就算是镇国龙帅也不敢阻堵，你就等死吧！是不是吓傻了？是不是吓坏了？害怕了吧？害怕？晚了！别以为有镇国龙帅撑腰就高枕无忧，我周家想做的事儿还没有做不到。你们周家这次怕是要失望了，因为你们视为新靠山的大夏国师，便是我方寒。这人脑子有病吧？国师何等人物，一旦出行便是仆从如云，军武相随。你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来参加晚宴，这人就是吹牛的。方寒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放肆！国师是什么人？那是真正能做到一言可定心肺者的大人物。他一句话便能让一个家族飞黄腾达，一句话也能让一个家族没落。也是你能冒名顶替的。我为什么不是？现在你能站在这里，不就是我一句话决定的？笑死我了，方寒！今天你自己滚吧。这次本少暂时放你一马，让你多活2天。等本少与欧阳玉仙谈好了合作，我周家便是军商2界的王者。到时候本少再慢慢收拾你。我看该滚的人是你。今天这笔1000亿订单，你周家拿不到，这是我说的。我说给万家，就给万家。你周家一群将死之人也配拿这笔订单？笑死我了！方寒，你是什么东西啊？欧阳玉仙会听你的，仙寒集团会听你的。你说给万家就给万家，你以为自己是上帝吗？你凭什么？方寒，你为了讨我欢心，连这种弥天大谎都敢说，难道你就不怕欧阳玉仙杀了你吗？我说过了，欧阳玉仙是我徒弟，这笔订单也早已内定，连合同都在我身上。你真把自己当欧阳玉仙师尊了？
你倒是把合同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啊！不会是你自己打印的一份合同，上面连签名都没有的吧？这就是千亿订单的合同，上面有欧阳玉仙的亲笔签名和私人印章，好好看看。只要你在这上面签下名字，就可以获得这笔1000亿订单的合同。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。这上面有签名和公章，看不到眼瞎可以把眼捐了。方寒，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份合同是假的？假？这份合同是欧阳玉仙当着我的面写好交给我的。当着你的面，真是搞笑。据我所知，欧阳玉仙正在国外与摩尔西家族谈大项目，还与这笔1000亿订单有关。他怎么可能在国内？还当着你的面，你是谁？你听到没有？欧阳玉仙在国外谈项目，别人凭什么回来见你？大少，这就是一个来历不明、有点医术的人，满嘴谎话。欧阳玉仙是我徒弟，他突然回来见我，有问题吗？你说谁是你徒弟呢？原来是李总，当然是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了。哪里来的毛头小子，也敢冒充我们董事长的师傅？我看你是想死了！李总，这件事先不急，大事要紧，先宣布结果，再处理这小子。好，我就先宣布结果。只要公布结果，10亿就到手了。这是2亿定金，只要你帮我周家拿下这笔订单，后面还有10亿尾款。今天我代表仙寒集团宣布，周家为我仙寒集团在龙域的战略合作伙伴。你说是谁？周家？你确定？要是我没记错，集团高层定下的是万家。你是什么东西？我告诉你，我是集团高层指定的项目总监，到底和谁合作，我才有决定权。我说是周家，就是周家。好，很好，你这个总监是当到头了。小子，你真把自己当董事长师傅了？董事长会听你这个破烂货的话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么给我跪下来道歉，否则我要你命。李健，你要谁的命？董事长，您来了。方寒，你不是说欧阳董事长是你的弟子吗？现在怎么不说了？这便是仙寒集团的董事长吗？好强大的气场啊！那小子先前口出狂言，这下有他好看的了。这里到底怎么回事？董事长，这个小子在这里闹事儿，为难咱们的合作伙伴周少。欧阳董事长，我前来参加你举行的晚宴，却被他当众羞辱。我希望欧阳董事长能给我一个交代，以免影响双方的合作。合作？我要是不呢？除了我们周家，还有谁有这个实力和仙寒集团合作？欧阳董事长，我就不信你会为了一个废物和我们周家撕破脸。董事长，这小子当着众人的面侮辱周少，他还对您出言不逊呢。哦，是吗？那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理？董事长，我认为应该立即把万家赶出去，这小子应当乱棍打死。欧阳董事长，方寒就是和您开了个玩笑，我们绝不敢搅乱宴会，求您大人大量，饶了我们这一次吧。岳父，放宽心，等下该跪下的是李健。你确定不再看看合同是真是假？方寒，你还想让我跪下，拿一个假合同吓唬你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完了。李健，你真的确定这是假合同？你和万家不就是趋炎附势，想抱上我仙寒集团的大腿吗？你们是什么东西？我仙寒集团就算是要合作，那也是与周家这样的顶级豪门合作，小小万家也配？方寒，合作那也是建立在双方实力对等的情况下，一个小小的万家也想和仙寒集团合作，不自量力。李总，像方寒这种人还留在这里做什么？乱棍打出才是。欧阳董事长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我们没有非分之想，方寒也只是和您开个玩笑，绝无恶意。来人，把万家和这小子给我乱棍打出！慢着，李健，你怎么确定这合同是假的？你有看过吗？董事长，方寒这小子冒充您的签名，何况您怎么会把这种订单交给万家？这不用看也知道是假的呀！混账！你连看都不看就敢说这是假的，谁给你的狗胆？董事长，
我问你，我们集团叫什么名字？欧阳玉仙。师傅，您来了，怎么也不告诉徒儿一声？徒儿可想您了呢。仙寒集团居然是这样来的！欧阳玉仙居然真是他的徒弟，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。这小子是欧阳玉仙的师傅，也就是说，刚才李健撕毁的是真合同，不是假合同。这笔订单居然是给万家，不是给周家的。他怎么可能是欧阳玉仙的师尊？到底哪里出错了？集团早已决定将这个项目交给万家。你说呢？今天让你来只是走个过场，谁知你竟敢忤逆！不，董事长，求您饶了我，我只是……机会已经给过你，你自己不珍惜。来人，将他拖下去。不，董事长，求您饶了我，我只是……我不服！凭什么内定万家是合作伙伴？我周家才是龙域顶级豪门。这场晚宴本就是为万家准备，是你周家自己要来，我求你来了吗？你早就知道晚宴是为万家准备的，你拿着合同不说，故意看本少笑话。我早已说过，可你自己不信，怪不了我。行，你可以，你除了靠女人就是个废物。要是没有欧阳玉仙，本少一根手指就能碾死你。周继山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连我师尊都敢辱骂。今天我就让你周家破产。若影，传令下去，仙寒集团立即终止与周家的一切合作，倾尽一切狙击周家所有产业。老左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混账玩意儿！你在燕城怎么得罪欧阳玉仙了？现在仙寒集团正在全力狙击我周家所有产业。老左，不是我得罪他，是他执意包庇杀害爷爷跟弟弟的凶手方寒。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哼，他在找死！现在咱们周家已经不同往日了。老左，什么意思？就在刚刚，大夏国师将册封大典当日首席位赐给我周家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老左，您的意思是？国师比想象中更器重我周家。没错，日后别说欧阳玉仙，就算是镇国龙帅，也要被我周家踩在脚下。盛世即将抵达燕城，你准备好迎接吧。我先挂了。你们完了，这次谁也救不了你们。大夏朝廷圣旨到。你便是周继山。圣使大人，在下便是周继山。周少爷。这是明日国师册封大典现场的进场国帖，凭此帖可入大典首席位观礼。国师特意让本使送来。国师赐予周家首席位观礼，这完了呀！国师如此器重周家，天要亡我万家呀！董事长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恭喜大少，贺喜大少，得国师器重，周家成为我大夏第一家族，指日可待。欧阳玉仙，你害怕了？不是挺嚣张的吗？方寒，你不是吹自己是国师吗？有本事就解决这些麻烦啊！希望明天你们还能继续这样嚣张。等周云通来了，给你们一锅端了。方寒，事已至此，你就不能少说几句？方寒，你等着吧，明天本少会把你的脑袋当球踢。师父，我前2天天有收到消息，神秘国师非常厉害，国主亲迎，礼贤下士才请来当国师的。就算是龙帅都忌讳梦深。看来帝玄天没有将这件事告诉欧阳玉心。不用慌，真以为周家要飞黄腾达？我说了，明天就是他们周家的末日。你真把自己当国师了？我周家不但不会灭亡，还会成为大夏第一家族。而你今晚就洗好脖子吧。欧阳董事长，实在对不起。无妨，仙寒集团可不是他们随随便便就能击垮的小问题。只是摩尔西家族反悔了，那笔1000亿的订单暂时是没办法继续履行了。师父，我要先回公司处理事情。无妨，你先回去吧，这些事儿不用放在心上，师尊罩着你。得嘞，师尊，那我可就靠你了。这真的是天要亡我呀！原以为有1000亿订单，我万家可飞黄腾达，谁知……方寒，你走吧，你的心意我明白。这次订单的事儿你没骗我，但现在我万家已经没可能了。仙寒集团自身难保，以周家的实力要灭我万家，不过是弹指间的事。谁告诉你没可能？方寒，您就别宽慰我们了。现在还有什么可能啊？现在镇国龙帅都没办法了。我说过会让万家成为豪门，那必然做到。你会做到？你怎么去做到？
周家傍上神秘国师，你拿头去对抗。方寒，我们不是周家和国师的对手，还是放弃吧。现在能活下来就不错了。国师的事你们不用管，现在我们要拿下这个项目，让万家成为豪门，这才是重点。拿下项目，方先生，你想的太简单了。先前周继山他们说了，这个项目是欧阳董事长与摩尔西家族谈的。现在别人因为国师已经把这个项目叫停了。叫停了，那就重启。我亲自去找他，他必重新签合同。你知道摩尔西家族代表什么吗？西方第一财团，世界第二财团，仅次于先寒集团。方先生，据闻摩尔西家族在大夏地区的负责人曾经差点死在镇国龙帅手中，他很怕镇国龙帅，但镇国龙帅都不敢招惹国师，摩尔西家族更加不可能违背周家的意思。听明白了吗？想要让摩尔西家族重新履行合同，根本就不可能。摩尔西家族又如何？我让他重新签，他就必须签。如果不信，我们可以立即去找摩尔西家族在大夏地区的负责人。我可以相信你一次，但你要答应我，如果你做不到，立即离开燕城，永远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老板，有2个人强行闯进公司，说是要找您，现在正往您办公室来。一群废物，连2个人都拦不住，立即给我拦住他们！不用了，我已经来了。方寒，他是摩尔西家族的嫡系继承人，你这样强闯会惹上大麻烦的。你是谁？胆敢闯我的办公室，想死吗？别说你，就算镇国龙帅也杀不了我。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把这个合同签了，重新启动项目。年轻人，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们先寒集团惹上周家，我不可能再与你们合作。更何况你们将部分项目交给一个小小的万家，他们凭什么？你确定因为一个周家要违约？当然，如果只是一个周家，什么都好说。但我听说周家的背后站着国师，这位国师非常恐怖，连镇国龙帅都是他徒弟。你觉得我会为了你去得罪镇国龙帅师徒？那你知道我是谁？得罪我的后果比得罪镇国龙帅更恐怖。年轻人，难道你觉得自己比镇国龙帅还厉害？镇国龙帅，哼，我一个电话他就得立即过来。年轻人，你是哪里来的臭虫？镇国龙帅何等人物会听你的话？在你们眼中，地玄天是高高在上的人物，但在我这里，别说一个电话让他来，就算我让他跪下，他也必须要执行。你敢侮辱镇国龙帅，我马上打电话叫他来，你死定了！请便，你看他帮不帮？方寒，你别胡闹了，万一龙帅真的来了……哼，你是什么东西？龙帅是我的好友，他一定会帮我的。龙帅，我这里有人侮辱你，还强逼我签合同，您能过来一趟吗？是谁？合同上写的是万家，来的是一男一女。我马上过来。小子，你侮辱了龙帅大人，不论你是谁，都死定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别说镇国龙帅，就算国主都不敢对我不敬。方寒，你怎么敢说这样的大话？想害死我吗？还不快道歉！布莱恩先生，方寒他就是和您开玩笑的。这个项目我们万家不要了，我们这就走。给我拦住他们！你们不但侮辱龙帅，更是对国主出言不逊。我可不想被你们牵连。谁说我要走了？镇国龙帅没来，合同没签，我不会走的。死到临头还想签合同，龙帅马上就到，你死定了。谁死定了？龙帅，就是这个傻逼侮辱您，说您见到他都要下跪。我再三提醒他，龙帅不可辱，他还直接说，就算国主都不敢对他不敬。合同签了吗？我怎么可能签他给的合同？他不过就是一只同时招惹上周家和您的傻逼，给我提鞋都不配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为什么不签合同还要出言辱骂他？是不是3年前没杀你，你觉得活够了？放心吧，没事的。不，龙帅，是周家，听说这都是周家背后国师的意思，国师也是您的师尊，难道您要让我签合同，违背您师尊的意思，从而得罪他老人家吗？我不会违背师尊的意思，但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谁？难道他比你师尊还要厉害？蠢货！我实话告诉你，
他就是我师尊，也就是传说中的国师。什么？他就是您的？这不可能，他那么年轻，怎么可能？方寒，他们到底在说什么？为什么布莱恩会露出害怕的表情？我怎么知道？不过我们等着就是。唉，也是，他们大人物说话，我们哪里能知道？等下他们说完了，我们就走吧。有些事情不该问的别问，现在该怎么做，不用我说了吧？先生，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没事了，你有事的话可以走了。如此，玄天这边告辞。我怎么感觉郑国龙帅对你很恭敬的样子？我已经给你说过了，但你不相信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布莱恩先生，今天的事我们多有冒犯，希望您见谅，我们这便离开。慢！布莱恩先生，我们错了，刚才我们是和您开玩笑的，我道歉，我没有想过签合同，这都是误会，希望您能……不，万小姐，我签，我不但要签合同，我还代表摩尔西家族再追加1000亿的订单。万小姐，能与万家合作，是我摩尔西家族最大的荣耀。方先生，您看着满意吗？勉勉强强吧，还行。方先生，我想为刚才的失礼设宴道歉，不知方先生可愿给我一个道歉的机会？你的道歉我收下了，吃饭就免了，没时间。等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就算布莱恩怕龙帅，也不可能因为这一点和我们签合同吧？毕竟这可是要惹上国师的。我说过了，因为我就是国师啊，布莱恩自然分得清大小王。你觉得我会信你的这话？你不信就算了，不过这个2000亿的项目足够让万家在1年内成为豪门了。可那也要我万家能守得住才行。明天国师册封大典结束后，周家将更上一层楼，有国师做靠山，别说我万家，就连仙寒集团怕是都难逃一劫。我说了，我就是国师，万家不会有事。方寒，你不用安慰我了，你只是跟我爷爷学了点医术，当年救你，我也没想着回报，没必要跟万家一起死。你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。为什么你就是不愿意相信我的话？也罢，明天册封大典后，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了。哎，方寒，都到现在的地步了，你就不能给我一句实话吗？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行了，开车送我去仙寒集团在燕城的分部。周家纠集了许多公司家族对我们展开反击，一旦龙域境内的产业破灭，海外的那些财团恐怕也会对我们海外资产群起而攻之。郑国龙帅那边有消息传来吗？我已经联系过了，郑国龙帅称待会儿会亲自来找您。董事长，我先下去了，你有事叫我。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？师傅，周家傍上国师后，真是让人头大。现在仙寒集团被龙域多个家族公司围攻。哦吼，那没办法了，得准备破产了。师傅，要只是单纯的破产就好了，大不了从头再来。关键是周家想要我们的命，那我们就跑路呗。国师太厉害了，你师傅我也干不过他，不然你说咋办？哎呀，师傅，我知道你很厉害的，你赶紧出手啊，把国师的位置抢过来。你一出手，谁能比得过你？没辙，等死吧。可恶啊！弟子拜见师尊。起来坐下吧，说正事，怎样了？师尊，册封大典已经准备妥当了，明日师尊直接上台接受册封就可以。师兄，你在说什么？师尊接受册封，啥意思啊？师尊没跟你说吗？师尊就是我大夏那位神秘国师啊。师父，师兄说的是真的吗？您当真是国师？现在相信了。师妹，你这反应也太迟钝了，你也不想想，普天之下除了师尊外，还有谁能成为国师？师傅，您怎么不早点说？刚才又逗我，还说什么跑路？要早知道您是国师，我还担心这些做什么？师尊，我得到消息，周云通带着一位超凡大宗师来了燕城，并且他在来之前也已经成功突破到超凡大宗师的实力。2个超凡大宗师，该死！周云通这个老东西去哪里找来的帮手？咱们大夏全国的超凡大宗师加起来都不足10指之数。超凡大宗师已经有破山岳之能，具有超脱凡世之意，拥有悠久寿命。我对一个超凡大宗师没问题，但2个，即便是我也没办法。师傅，这周家又来一个超凡大宗师，咱们能打赢吗？
瞧你们吓的模样，别说2个超凡大宗师，就算是100个，他们也接不下我一招。师尊，这可是超凡大宗师，您没骗我。你还记得当年我传授给你们的修行法门吗？师尊传授，弟子不敢忘。我实话告诉你们吧，那并非是武道的修行法门，而是修仙功法。这份合同来的不是时候啊，咱们万家哪里守得住？现在我只希望郑国龙帅能扛住压力，不然我们万家彻底完蛋。大夏朝廷圣旨到！万千军、万婷婷，此托盘内是国师册封大典的国帖。你们明日准时参加，不可延误缺席。怎么回事？我们万家这么弱小，国师册封大典怎么会给我们送邀请函？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必须要参加册封大典，否则得罪国师更惨。只是到时候将直面周家老祖，这可是传说中的超凡大宗师啊！唉，事已至此，别无他法。也不知道方寒跑路了没有。你们也来了，正好合适。你怎么还不走？你怎么敢来的？来这里送死吗？今日我是来终结一切的。你来终结一切，我看你就是来送死的，赶紧走啊！方寒，婷婷说的对啊，今天你就不该来这里。你不用担心我，周家将会在今日除名。方寒，你竟敢混进鸿胪会厅，你是在找死！我来鸿胪会厅有什么不对吗？鸿胪会厅是我大夏最顶级的会厅，只有社会名流贵族才能进入。就凭你和万家是没资格进入这里的，现在滚出去还来得及。陈阳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滚出去，你们陈家还能活，否则死。什么？方寒，你是什么东西？我告诉你，那今天周家老祖将莅临册封大典，别以为自己有镇国龙帅和欧阳玉仙撑腰就无敌了，在国师面前，你们不堪一击。谁说我要他们撑腰了？别说你一个小小的陈家，就算是周家，我也不放在眼中。好大的口气！你敢动我一个手指头吗？小贱人，别人勾勾手指你就过去了，你真是犯贱！迟早让你知道本少的厉害，一个小贱种，给我死！方寒，你怎么还是死性不改？这里是国师册封大典，我们不要闹事，否则后果会很严重的。这哪里跑出来的愣头青，居然敢在鸿胪会厅闹事，这是找死啊！你个杂种敢打老子，老子要你生不如死！小小陈家也敢在鸿胪会厅口出狂言。万婷婷，你怎么来鸿胪会厅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们莫名其妙的收到国帖，说必须要来，我没办法就来了。巧了，我柳家也是。方先生，又见面了。
柳如雪，要是你现在弃暗投明，与方寒他们划清界限，我可以放柳家一条生路。你是什么东西，也敢威胁我？你以为靠上周家就无敌了吗？哼，周家有国师相助，必定成就第一家族。你柳家挡得住周家吗？聒噪！今天我先宰了你，再灭了陈家！好大的威风啊！只是国师册封大典现场，是一些阿猫阿狗都能来的地方吗？是不是阿猫阿狗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比有些不能行人道的太监强。方寒，老子要弄死你！我就站在这里，你也弄不死我。大少，今天是大日子，等盛典结束后，再慢慢找他的麻烦。你们是自己出去，还是本少让人把你们赶出去？我们是接受邀请前来的，凭什么要听你们的出去？臭婊子，这里是鸿胪会厅，你们有什么资格被邀请来参加如此盛典？你们不体面，那我就让你们体面。这里有人混进来，快来人！周少爷，你确定他们是混进来的？他们一个是万家的人，一个是柳家的人，你觉得他们有资格参加如此盛典？请你们出示国帖，否则就请出去。你的国帖呢？如果没有国帖，请出去。我是今天的核心人物，我来这里不需要国帖。青龙大人，您来的正好，这里有个小子没国帖混进来，请您立即将他拿下，明正典刑。这位大人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他们拦着我们找事儿。找事儿？这小子有国帖吗？没国帖擅闯鸿胪会庭，这是死罪！瞎了你的狗眼，连龙帅的贵客都敢为难，你想死吗？方先生，让您受惊了，是我们疏忽了。你再来迟一点，他们都要死。我知道了。青龙，我命令你立即把他给本少抓起来！你是什么东西，也敢命令我？你还想不想活了？我周家有国师撑腰，就算你是龙帅手下的天王，我要你死，你也活不了！你一个小小的纨绔子弟也敢威胁我？别说你，就算周云通来了也不行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，给我滚下去！方先生，青龙先退下了，你有事叫我就好。方寒，你和镇国龙帅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很简单，因为龙帅是我徒弟。柳小姐，你看到没？他一直都在吹牛。也许并不一定是吹牛呢。册封大典结束，你们都得死。你说错了，册封大典结束之时，就是你们周家灭亡之时。方寒，这是国师册封大典，你其他时候吹牛也就罢了，为什么要在国师册封大典上吹牛？我们所有人都被你害死了，你混蛋！万小姐，先不要急，先看看吧。事情可能和你想的有些不一样。能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都被他害死了。方寒，你的胆子还真大！你不但不把我周家放在眼中，连国师你都敢不放在眼中。大少，这小子连国师都敢侮辱，咱们现在就把他抓起来，献给国师发落。你说的没错。这小子狂妄无知，自寻死路！来人！
小子，本想等册封大典后再要你性命，但你侮辱国师，我看留你不得。你们确定要动手？如果动手，你们都会死，一个都活不下来。我看是你要死吧？你知道他们4个是什么人吗？这4人是我周家的太上供奉，实力乃大宗师巅峰，距离超凡大宗师仅1步之遥。4人联手，可与超凡大宗师一战。武道修为再高，也是肉体凡胎，不过蝼蚁罢了。我一挥手就能击败他，好大的口气！那我便看看你是怎么击败他们的。给我上，拿下他！不要，住手！你们求死，我成全你们。这不可能，他不是只会医术吗？这可是4个大宗师巅峰，联手能与超凡大宗师一战的人物。我知道方先生不凡，但也没想到4个大宗师在他手中连一招都接不下。柳小姐，我是不是看错了？这真的是他吗？这方寒好强的实力啊！一招秒了4个大宗师，这可是能与超凡大宗师一战的人物。难道他已通天不成？不可能，他们是能与超凡大宗师一战的高手，你怎么可能一招便击败他们？这不是真的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来闯。不，你不能杀我，我是周家大少，你若杀我，周家一定不会放过你，你必死无疑。你要是杀了我，我周家老祖和国师一定不会放过你的，不论你跑到天涯海角，也一定会死。安心去吧，我会送周云通去地下和你团聚的。方寒，你若敢动手，老夫必将你碎尸万段。老祖救我！方寒他要杀我！有老祖在，没人可以杀你。在一旁待着吧。周云通，你总算出来了。老夫当然要出来。你杀老夫后辈，此事老夫还未与你算账。是该算账了，方家78口人的账，要好好算一算。还真是当年逃走的方家少主方寒。我想伏羲八卦盘应该在你身上吧？怎么，想要？就你的实力，连我一招都接不下，你还没资格要。小子，你这点实力在老夫面前还不够看。今天是国师册封大典的大日子，今日老夫不动杀戒。你要是交出伏羲八卦盘，废去4只，老夫可以饶你不死。你不开杀戒，但我要开，让你周家所有人都给我跪下磕头认错。我可以留你们全尸体。无知小儿，时至今日还敢口出狂言，不要逼老夫今日开杀戒。你开杀戒又如何？灭你一根手指的事。方寒，你还要作死到什么时候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能不能别胡说八道了？对方是超凡大宗师，大夏异姓王啊！婷婷，你少说几句吧，相信方先生。无知小儿，这是你逼老夫的。既然如此，老夫便送你去地狱。这便是超凡大宗师的实力吗？只是一点气势，就让我感觉快要窒息了。哈哈哈！方寒，你死定了！这便是一人之力可敌千军万马的超凡大宗师，我看你拿什么抵挡！完了。
周云通，方先生得镇国龙帅看中，难道你想跟龙帅不死不休吗？镇国龙帅，他杀了我爷爷，我家老祖迟早要跟他清算。方寒，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当年方家被灭时，本少就在现场，亲眼看着你二叔被乱刀砍死，你妹妹被玩完后扔进水里扑腾乱叫淹死，周家都该死。是不是很生气？别急，等老祖把你打成残废，本少会当着你的面好好玩玩他们。本来我想先收拾了周云通这个老东西，但这是你自己找死。方寒，你给老夫放了他！周云通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对我师尊不敬！军方第一人镇国龙帅，先寒集团董事长欧阳玉仙，江南门柳家家主柳川江，江南地下皇帝唐黑龙，他们怎么来了？这4人联手，就算是国主都要万分重视才行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来了，他们来了！帝玄天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凭什么对老夫出手？周云通，你在国师册封大典上闹事，好大的胆子！混账！他要我重孙的性命，你没看到吗？老祖，救我！今日别说我师尊要杀你重孙，就算是灭了你周家都可以。老夫闹事，那他呢？他公然要在册封大典上杀人，难道你们就不管？谁敢管我？今天你周家满门上下死定了！我说的，听到没有？今日在这里，他想做什么都可以。凭什么？帝玄天，你要是不给老夫说出个理由，老夫定要上奏国主严惩你。就凭他，御前国师令，皇权特许。这是传闻中的国师令牌，仅此一枚，国师的象征。传闻国师令出，谁与争锋？帝玄天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越权，善用国师特权！今日老夫便带国师杀了你！不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，求求你放了我！方寒，放了老夫重孙，否则老夫定要你死无全尸！想要你重孙啊，早说啊，还给你！这不可能，你不可能有如此实力！没什么不可能的，我早已说过，你连我一招都不可能接下来。周云通，你这老东西和我师尊作对，当真是找死！你们以为已经定了吗？等国师莅临，你们所有人都要死！你们一直都将国师倚仗为靠山，只是你们怕是还没见过国师吧？既然如此，今日我便让你见见国师。请国师理智。这是九龙权杖，据闻此乃国师专属，可代天罚逆。请师尊登台。弟子恭贺师尊加冕国师。弟子恭贺师尊加冕国师。叩见国师。王先生真的是国师，
他是国师啊！他先前说的都是真的，郑国龙帅也是他徒弟，这些都是真的。方先生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万家要崛起了，天佑万家！天啊，他居然真的是国师！我们刚才还嘲讽他。他怎么能是国师？他怎么会是国师？你们一定是骗我的，这不可能！周云通，你周家死期已至。不，你绝不是国师，这一切都是假的。九龙权杖只有过师才能使用，你不过是拿着九龙权杖罢了，谁能证明你是真的过师？既然你想见识，我便让你见识一番。你竟然是真的国师，这不是真的！帝都豪门周家无辜灭我方家，屠我满门，更假借国师之名残害国民。今我以大夏国师之名代天，严惩周家，灭满门，连坐3族。国师，我错了，别杀我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燕城陈家助纣为虐，残害国民，以3族。现在相信我说的了吗？